今次帶大家嚟食酒店自助餐，主要有生蠔、凍海鮮、日式，仲有其他好多美食。睇完之後，大家又點部署？搭地鐵，沙田站尾出口，經過商場去新城市商業中心，遞到酒店3樓柏麗廳。門口位置係甜品區，有各款不同蛋糕甜品，部分仲係酒店自家製，造型精緻，顏色又靚。喜歡食甜品嘅朋友一定唔可以錯過，必是會帶來驚喜。凍海鮮有龍蝦、即開美國生蠔，咁即開一隻又一隻，係最受客人歡迎，長時間都要排隊，絕對係回本為之一。刺身壽司同樣唔少得即叫即切，同樣都要排隊，質素應該唔錯。再之後就係冷盤。七彩繽紛嘅沙律、火腿等等，好特別嘅自製留言心太軟，都係有時間出爐嘅，大家要注意。熟食都有好多款，另外有中湯西湯，最特別嘅係流動飲品吧，提供酒精及無酒精飲品相當特別，但係唔係長時間供應，詳情要問返服務員。龍蝦大牙新鮮大隻，不限量供應，可以食多幾隻。美國生蠔帶甜味少少，海水味唔會太鹹，比較容易入口，一定要食多幾隻。刺身厚切新鮮。酒店仲有提供咗河和牛，即叫即煎，薄切睇見都流口水。
香脂鴨肝同樣即叫即製香味一路散發出嚟，口切細腍，肉味豐富，充滿牛肉香味，唔錯。日本和牛漢堡加上表面一片芝士，增加口感，分量非常大件。終於等到火子和牛壽司啦！見到廚師即燒嘅感覺，真係好治癒，肉汁慢慢流出。又係排隊嘅時候，因為一次唔會整好多，所以大家要留意。燒得焦香，和牛香味帶有肉汁，真係好味道。加埋雪糕窩，豐富滿足。不同時段有不同收費，價錢由200幾至500幾不等，食物種類都會有所唔同時段，同埋價錢可以慢慢睇下。笑同長者免加一服務費，做緊優惠。大家可以去描述欄睇下。總括上，呢間酒店自助餐食物種類都唔少，位置集中，質素唔錯，有海鮮，有即做，有自家製，有回本位，適合唔同人客嘅需要，而且交通方便，地鐵直達，係一個相當唔錯嘅地方，係一個相當唔錯嘅好選擇。如果覺得影片內容幫到你，請訂閱、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多謝支持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